攻打凤凰关，必须要青龙关调来4名的番将，知影这个路径，命因带路。真汉，真汉，明日将这封批信送到青龙关，叫高青云迄4名前来帮助。无喏，元帅啊，木匠手去闹着，无法度救马索，啊要安怎骑马？叫大一号去。大一好，哈，那安尼走一撮。无啦，元帅啊，实在足拄好的啦。迄真汉吼，伊手去闹着，啊，我都骹去接着，是要安怎骑马？我看吼，你规气啊是叫别人骑好啦。哼，真汉大一好。分明恁两个人是故意伫提示，恁可在嘅军令，当下即斩，显者难逃20个军棍。无咯，元帅，伫咧出兵烧塔的时吼，你是主将，我是马后先锋，啊，伫咧无出兵的时，咱是敢若兄弟呢。好啦，如果你若无顾兄弟仔情，要拍20个军棍，互你拍吗？是啦，元帅啊，若是讲要出兵去甲人烧台的时吼，你就是主将呢。要若是讲哦，我就是你面头前的护卫啦。要若还袂出兵的时呀，咱好歹拢嘛是大细句看有影无？啊，你若真是讲无带念讲这个亲情的关系啊，啊头都念伫阿妈滚的，无你若要抬，就叫人甲我杀去毒好嘛。真汉大一好。本来对敌本帅忠心耿耿，为什么突然间会变呢？哈？无变，阮拢无变，阮两个对元帅同款忠心不离。是啊，只是敢若心肝内吼有一丝仔无平啊尔啦。哦，是什么伫咧不平啊？啊，都为汉丽花嘛。是啊，元帅啊，实在讲哦，你哦足绝情，搁足过分的啦！阿弟，本帅的手下有10几名勇将，也无需要利用恁两个人，两个拢给我死出去！好，咱两个拢死出来。金莲，你来得真拄好，我这个好小妹啊，满赢，这就是小妹你最了解有兄，啊也是你最明道理。哦，大哥，你是想讲叫我亲像较早安尼对待你，我你这边替你讲话对？是啊，你是有兄的好小妹啊。会用的啊！咱即摆全东亚的人，大细拢讲你唔对，爱我对你好，你先甲我巴结，啊若无迄我唔。哈，含你也煞变，你免得做梦。就算天家的人拢讲我四定啥唔对，我也无需要去向你伫求好势，搁向你伫巴结。哼！哎，哈！你免用啦！你想讲甲人休你2遍，拢总平安无代志，啊第3遍你都爱小想看卖，无共款哦。人这是皇上下旨完婚，你3遍甲人休妻，弃君逆子，藐视皇上。我甲你讲，我这个真西后，保家的公信。踮咧皇上的面头前，若是无替你讲几句啊好话，到时阵看什么人较吃亏。汉丽花叩见我皇万岁，万岁！平身。谢万岁！韩小姐，你自从县官投降了后，
已经立下6件的大功，另外也已经有奏明定。虽然伊四丁山一再来辜负你，但是你也免心灰意冷，朕会做主，名义甲你和好啊。万岁！我已经决心出家为尼，忠心不渝。要你是条条。 小姐，朕不但要封你为祖为辈，而且也要命你四丁山亲自往汉公关，并且你前往平西，意见如何？阮拜谢皇上啊！ 皇上，四金莲奉旨完婚，迟迟未向所用城报告，求皇上恕罪。既是奉旨完婚，何罪之有呢？谢皇上。清子甲结子的人，恐惊受灾凶啊！朕到此，哪会无看到二路元帅来接驾？哦，启奏皇上，元帅是伫咧白虎崖练兵，准备伫要攻打凤山。皇上，啊，你伫咧长安来到这个西番，总共毋知行偌济日子吼？听贤弟，你去所用城请这时候，吴兴敢是甲你讲过啊？圣驾出入文官，拄好60天啊！啊呸！哪有遐紧啦？哈！我当时啊，伫要回调去班土救兵，一路上快马加鞭，马不停蹄，我安尼足足是走2个月呢，偌艰苦你知毋？也60天，差2个月，毋是共款。七千岁，那阮听伯公的意思是讲求皇上念在当初办土救兵的功劳上，莫责怪伊这个媒人。哦。求皇上恕老臣之过。天王伯，你放心，休册人是四丁山，也毋是你，朕免来责怪你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丁山一时糊涂，求皇上赦罪。是啦，夫人。四丁山
虽然是平西救驾有功，但是一逆志行事，罪不可赦。而且三次休妻汉丽花，伊未免太绝情了。汉丽花，伊不但是有才，而且有地，伊正经立下6件的大功了，真不愧是国家的栋梁。朕也已经出旨封伊做为貔貅，也若四定山。皇上，若无四世祖，西番是无法度平定。皇上若是要斩，请斩老臣，千万都要宽恕四世祖。听王伯，你放心，四定山也是5条的公臣，朕免爱问斩伊呢。我只是有意要命令伊向汉丽花赔罪，想要促成这件的好婚事。到时阵，无得甲朕会故意伫咧面头前来逻辑骂伊几句，恁双人放心嘛。谢皇上。平心。禀皇上，二路万岁转来啊！传你记讲。领旨，二路万岁记到。四定山，你身犯死罪，可治情？皇上，臣不知罪，叫皇上指点。四定山，当初离夫下将令，因金土落受苦刑，不该。平辽王等于是死在你的手头，论罪爱革职为民。皇上，朕予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令你亲身前往汉江关，并且为吉祥大将军汉丽花。哼！汉丽花竟然劳动个本事就去请伊啊！这本来就是你家己唔对的嘛，是啥物人叫你着家己赶走啊？什么啊？你即摆是伫讲什么？啊，你哪着遐歹啦？若我只是伫咧劝你，你哪着气甲安尼生？我也毋是咧怪你啊。天
因是啥物人伫鬼鬼祟祟，还佫唔入啊？啊，都怨你。回兵元帅，20名的亲兵，拢伫咧营外伫咧等你。啊，马聘嘛，甲你准备好安尼。算叫你多管闲事。是我。真西后4金莲，奉旨催促4元帅前往汉江关迎请汉灵官。这也毋是啥物偌大件的代志，何必急在这个时阵呢？哦，你唔去，好，我要倒来去回禀皇上。金莲，无啊，你伫当时也会帮忙汉丽花伫讲话啊，哈？无啊，我哪有咧帮忙伊？那我是奉旨行事啊。奉旨行事。你这个死啊金莲，哈，即嘛是你的天年吼，你甲我下去，我有一天啊，哼！无啊，恁两个是对来要创啊？要跟随你去汉江关。本帅下令已经无要重用你，令你给我退后。哎呀，元帅啊，你要应援敢唔应援，迄是你的代志嘛。啊，阮要互你应敢，互你应，迄是阮的代志嘛。莫安尼啦，你是我的大舅，啊，我嘛是你的大舅，啊，咱家己的人，阵仔若互我对一逝嘛，无要紧。对，元帅啊，因咱是敢若亲兄弟咧，伊若甲你斗阵去，一路上嘛会用甲你照顾，安尼也煞毋好。哎哟，大嫂，来，准做讲今仔日你是汉丽花，啊，你敢袂阁对阮大哥倒转来食？这著歹讲哦。若是讲我互人休你3摆吼，迄我才无迄落面，通我阁倒转来哦。我嘛是安尼咧想。啥货啊？含你也安尼讲啊，哈？那安尼听起来，毋着恁众人伫咧找我一个，啊，你一个切种人，叫你！真汉对咯，知？连你叫门通报，本帅已经到位，让汉丽我赶紧出来迎接。是。喂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阮二路元帅亲亲来啊，赶紧开门来迎接。哎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阮二路元帅已经到位啊，汉江关的人赶紧开门排队迎接。元帅啊，迄个小囝，敢是互你赶出东营迄个4英灵？我已经奉旨甲秋官完婚啊。即摆你大概袂阁怀疑讲我甲二姐有私情啊吼？长官，伊叫你的同者，所以本帅已经到位，来要接伊到白虎关，赶紧叫出来。出来见你哦，你哦，毋免伫遐面望啊啦。人阮同姐啊，即摆已经受封做魏北后的大将军咯，你敢知？哼，那我入来去见。哎，小等下。四重山，你要来救阮同姐去白虎关？啊，著搁带甲尼济亲兵，足济你元帅的派头。无啊，你是要谁看啊？阮同姐无爱见你啦。哪样啊？